Hi GB1，同學仔你好啊，歡迎嚟到歷史博物館。我會帶你一齊了解中國嘅歷史，準備好開始你嘅歷史之旅未啊？好啊，咁麻煩你帶我去1號展館啦。跟住我哋將會一齊入去1號展館，我會為你簡單介紹好多有趣嘅歷史事件，大家一齊嚟學習啦。咦，赤壁之戰喎，我想了解多啲。赤壁之戰係公元208年發生嘅一場決定性嘅海戰，當時劉備同孫權聯手抵抗強大嘅曹操。呢場戰役對三國時期嘅發展有深遠影響。唔知你記唔記得赤壁之戰嘅主要勝利者係邊一方呢？不如我哋嚟做個小測驗啦。好啊，即管放馬過嚟。第一條問題，赤壁之戰係邊一方獲勝？哇，又真係考起我喎，等我諗下先。我記得係 B， 孫權劉備聯軍。係啊，你真係好聰明。答案係 D， 孫權同劉備嘅聯軍。當時曹操帶領大軍攻向南方，想一舉統一中國，但喺赤壁遇到咗劉備同孫權嘅聯軍。因為水上作戰嘅不利，加上東吳軍隊運用火攻，最終曹操被擊敗。恭喜你，你嘅分數係9分，做得好啊！繼續加油！哇，原來我咁勁㗎！歷史真係好有趣啊，好精彩啊！你已經學咗好多，而家可以揀下一個你想了解嘅主題，或者繼續探索博物館入面嘅其他展覽。